大家好，又係我布丁啊！今日帶你哋嚟到將軍澳，望住一個無敵海景，呢度就係將軍澳嘅海濱長廊海濱區，仲要對住去將南隧道嗰條橋，呢條橋夜晚非常之靚嘅。呢個單位789尺，呢邊係一個睇電視嘅客廳，然之後呢邊就係一個飯廳啦。呢度可以擺張長嘅食飯台，擺6張凳都冇問題啊！業主已經整晒到頂櫃俾你㗎啦，放嘢都非常之方便啦。然之後嚟到呢條走廊，入門口一入嚟呢條走廊呢，整晒櫃㗎啦，但係都唔會覺得好有壓迫感嘅。嚟到廚房部分啦，雖然廚房唔係話十分大，但都會有3個明火爐、一個星盤，而放材料嘅空間咁都非常之多啊，台面都非常之大啊。咁要用嘅櫃都一應俱全啦。咁又有蒸焗爐，焗爐都會有，雪櫃洗機都會有埋。另外呢一邊仲會有儲物室，呢度可以做姐姐房都得，因為有埋冷氣㗎。跟住落嚟就由我住宅豪帶大家睇一睇睡房嘅部分啦。呢間屋嘅間隔咧就3房1套連工人房，而且廳房同向都係向翻正南方向嘅。我哋而家入嚟欣賞一下佢呢個睡房嘅景色啦。好出色嘅，都係同大廳一樣向翻呢個無敵大海景。如果呢邊個床頭櫃唔要嘅話咧，呢度可以做翻成套嘅入牆家私，咁就做翻個床位俾小朋友啊或者 BB 去瞓覺都冇問題嘅。再過到嚟另一間客房咧，咁主人就做咗呢一個衣帽間啦。入嚟睇呢一度咧，就係好多嘅擺衫啊、擺衣櫃啊，冇問題嘅。咁而呢一邊咧，亦都做翻個女主人專屬嘅梳妝台。咁如果屋企女主人比較中意扮靚啦、化靚妝嘅話咧，就喺呢一度搞掂啦。最後再過到嚟主人房嘅部分，大家可以入嚟睇睇。呢個主人房咧非常闊落，除咗有無敵大海景之外咧，亦都做咗3邊落床。再加上呢個業主咧非常有品味，成個天花板咧都做咗氛圍燈，而且個感覺咧係超級靚嘅，所以咧夜晚嘅氣氛咧係特別好。再加埋咧呢度個床頭櫃啦，亦都好貼心，做晒叉電位，做晒床頭櫃位，而且有一定嘅收納空間。再加埋有個掛畫，成個感覺係一支班啊！我哋入埋嚟睇呢個套廁，有驚喜有驚喜。呢個套廁設計咧，呢個浴缸咧就喺出邊，無論係呢個樓齡啦，或者新樓嚟講都比較少見嘅。咁佢又原裝就裝咗呢個防水玻璃擋板，咁就呢個算係非常貼心嘅設計，大家值得留意一下。如果你想知更加多二手嘅資訊，又或者關於呢個屋苑嘅資料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哋啦！